大家好，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过一集蒙古语、汉语、英语3种语言里面都存在的同源词字根，同源词字根叫 d。其实呢，我看不止三种语言，因为我只懂这3种语言了，所以我查这个3种语言，结果这字根都有，而且是真的是同源词。这个慢慢给大家证明一下啊。这个字根英语代表的话就是 down 和 decide，然后呢，这个蒙古语 dor tal dar tasl，汉语呢低头的低，地面的地，倒水的倒，还有一个字儿忘了写了，打断的断，还有一个就是打击的打。慢慢给大家证明一下啊，这个之前其实是这个家族是非常的繁盛，但是呢，之前我已经讲过一集了，所以说这里我相关的这几个词儿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些有趣的发现吧，就可以了，我用不着这个全部摆出来。然后这个 down 对应的就是蒙古语的这个 door，汉语的 d。然后呢，这个 decide 对应的是蒙古语的 dark，不是 dark，是 taslk，然后对应汉语的打断的断。然后这个是必须要说明一下啊，这个是最原始的意思是朝下的意思，朝下，所以呢，从上往下这个意思，所以呢，从这个最原始的意思里面呢，会演化出了这么多，而且是不止在一种语言里面，比如看这个汉语的打，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用法是打人的打，这么用，但事实上呢，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它里面就解释哈，如果就是我们最通常的这个打人的这么，最原始的意思不是这个，最原始的意思是朝下，不然的话，你这个打人也用这个词儿可以，但是呢，打酱油也可以。如果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是最原始的意思是打人的打的话，酱油是我们不是在打酱油，不是在揍酱油啊，对吧？我们是，所以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呢？打酱油这个词呢？如果是像我这么解释的话，就通了嘛，因为它是朝下的嘛，打酱油就是从朝下嘛，对吗？所以说就好解释了。然后呢，这个在蒙古语里面对应的就是 dark 就是往下压。如果你要是翻译的话，你会翻译成压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以前最古老的状态，其实是跟打是同源词，不是跟压不是同源词，压力的压不是跟那个不是同源词啊。然后这里我现在还要就是讲我的这个有一个发现啊，刚才我是证明了这个原来有一篇文章就是打击的打，它的字根是往下，
比如说钉子是往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但是这个那个人呢，那个人我不知道是用什么，他可能就是跟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么结合的来证明最原始的字根是最原始的用法是朝下打击，这朝下这个意思。那然后我是对照这个英语和蒙古语又一次证明了，从别的方面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个打与最初的意思是朝下。所以说打击、捶打都是朝下啊，不一定是伤害的那种，明白吗？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打人的那个意思的话，它必须是一种杀伤力嘛。但是呢，它不一定是杀伤力，只要是朝下的这个动作，它就叫打。蒙古语里面这个 door 就是下啊，就不是，先不讲蒙古语，先讲汉语，低头的低就朝下嘛，倒水不还是朝下嘛，打不地面不还是在下面嘛，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理解了啊，这个现在我做这个视频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证明了打是朝下，还有一个就是低地到打断，这几个全连上了，就是这个是同源词是这样连上，这就是我讲的意义。然后这个断打断的断，它也是这个朝下的字根还是朝下，为什么呢？因为断嘛，断东西不还是从上往下嘛，这样才能打断一个东西嘛。所以说它这个断 decide 这个跟这个 decide 从源词蒙语塔斯勒图从源词，它还是这么来的，还是属于这个朝下的这个范围。所以说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朝下是这个是对的。然后在英语里面嘛，英语里面还有一个 d 前面总是在词的前面出现否决的意思，也是从这个物体打断物体这个来衍生出事物的打断，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是这个字根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个现在要证明的是蒙古语的这个 tal，它的意思是草原的意思，然后这个很重要啊，蒙古语草原必须很重要，但是我总是想不出来它的来源是哪儿，但是今天可以证明，它其实就是汉语的地，也是一样的，就是地面嘛，就是地面，最原始的意思就是草原，最原始不还是地面嘛，是吗？这草原不就是地面嘛？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好理解了。蒙古语的草原，它其实就是汉语的地面，就是我就是用这种3种语言来对照的话，可以发现很多古老的用法原来是怎么用的，现在是怎么演化的，可以多种语言可以这样反复的这个推敲推理，然后得出这个语的最原始的用法是什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看。